无？我讲吼，人迄查甫就甲讲，伊讲做细粒甘露较熬鹅，这是咱真正有伫讲的这个意思。啥做细粒甘露较熬鹅？我这么讲，你就知影讲，甘露啊，足大粒的吼，是毋是较笨强？吼，笨强哇！这个词我嘛足久毋捌讲着吼。你去迄笨强的强，我会去到店有收，咱麻烦先甲找看卖吼，因为这笨强的强无偌好写哦。有当时啊，形容要啥要写吼，爱个查一下吼。咱怎么看有人有法度吼，将笨强有无吼？笨强的就是迄动作吼，我安尼讲吼，安尼吼，迄真较大片啦吼，动作吼。比较，我想啊，可能动作吼袂溜咧啦，吼，迄个吼，迄个动作较慢，叫做笨强吼。讲到这个啥动作袂溜咧，我怎么安尼吼？对笨强吼，哦，正确，那这厉害着来，咱麻烦咱各位老师吼，各位老师先来看咱迄个啥，咱搭伫咱群组这个迄个啥笨强。吼，强第5条吼，对啦，就是动作不敏捷啦吼。有当时咱当时吼会用这个笨强，我这么一个讲，恁可能吼还佫有印象哦。来，我讲你听哦。寒天时啊吼，天气冷对无吼？所以有个人吼，迄衫吼穿甲有够济吼济到什么程度？规个人吼安尼吼，迄个吼穿甲吼，就是讲迄衫一定吼。伤高啊啦！你变做讲你的动作就不灵活啊！讲你衫穿到遐济，安尼敢袂感觉足笨强呢？来，我以上所讲啊，衫穿遐济，你敢袂感觉讲安尼哦？迄个行动足笨强的。恁进前吼，咱想看觅有安尼听过吼？人安尼讲啊，麻烦举手一下吼，来小解这个足重要的意思。好来，笨强吼，笨强。太重要的字哩吼，迄个强吼，一个人，搁一个迄个啥仓库的仓吼，笨强，哈哈，真好吼。后来，拄我先讲笨强这个词，我相信大家也会记。我是毋讲做吼，迄个啥细粒甘露较熬鹅，有无？小颗的陀螺比较灵活吼，大粒甘露是毋是较笨强吼？迄甘露足大粒的，我讲要转起来个。无啥会转，看起来迄个动作就是真笨强啦吼。哇，足欢喜，因为昨昏无讲到这所以讲这有当时就是拄有想到吼，拄有想到，咱就迄个啥，就迄个会当来讲啦吼。有搭一个甲笨强斗变啊，做溜咧有无吼？这个溜咧就是动作敏捷吼，动作敏捷做溜咧，是讲伊做代志骹手真溜咧吼。迄个吼，要讲美咧嘛会使吼。但是有一个重点是迄个剑调，吼，迄个音应该是读作剑调，吼，还是有个人会读作剑调嘛，无要紧。但是迄个剑调，吼，有当时伊会较偏伫啥，较偏伫迄个讲囡仔人，较偏讲伫迄个囡仔人啦，吼。好，过来，